大打麻雀有小零九同 OK， 週末愉快大家。咁今日早少少更新。好，起手一砍一銅，非常之耀眼啊！降啊，帥！喺尾牌摸一對白銅哈。而家入隻叫烏，你問我平時喺邊練習麻雀？點左下角高高麻雀，每日可以領各種免費資源，隨點隨玩，超省心啊！紅，咁而家叫啊！好，咁就叫到阿飛。啲5萬做咩？辛苦啊！啲5萬做咩嘅？OK， 二索字幕7隻馬嘅。第二鋪唔通跟下佢？冇用啫，一索。對家打白板咁，上家輸俾對家6分嘅，對家收晒。哇，卡窿，6萬5索選打，而家入隻叫，今日打埋隻5索，碰咗都可以叫。碰，打白銅，而家叫摸一銅就叫多一飛，等陣碰咗可以拖牌。我最後7索啊，8隻馬嘅吓。第3鋪真係想笑啊！抓撚馬，我即係兩張喺唔同嘅台本住好，又摸個對。有一條唔知咩段咩啦，廣東跳包，因為我啲 friend 係特性啊。跟打南風。跟住我兜個圈之後咧，我好嬲嘅話，大家睇得開心就先。碰，打隻8萬先。即係因為佢都係有兩串啊嘛，跟住已經，所以你蝕嘅係5蚊就10蚊，好多蝕啲血寶嘅咪。屌咧，我差啲鉗入血，我真係好嬲啊嘛，嗱，多字。好，咁叫糊啦。唉，我都係留隊啦，比較早，而且卡窿又多喎。A 碰，今日留啱咗。隨便拖啦，個地冇咩線索啊。碰，係咁先。屌你！打又唔係你摸。哇，仲摸埋卡窿添，我哋咁樣唔算正張嘅吓，搞隻馬。最後一鋪。好摸對一索，哇！上家碰3銅，等陣碰咗都要叫3銅陰公。碰，真係叫3銅。6萬出咗嚟，我碰咯，我單調。即係你哋喺我錄卡片嘅咩？咦，白板
10隻馬嚇，點讚支 point 啦，拜拜。